位老友記帶你睇下廣西有幾正。我哋住入呢間依山而建嘅懸崖酒店，好似成個古樸村落咁啊，好寧靜祥和㗎。夜晚有個開燈儀式，成座山邊嘅酒店着晒燈，好似天上嘅宮闕，靚到呢。跟住我哋去坐懸崖小火車，深入坑底，再去探秘個神秘嘅長生洞，感覺成個人都充滿活力。跟住我哋去咗攞咗件歷史世界紀錄嘅丹泉洞天酒海，你冇睇錯，係一個藏咗幾萬噸酒、價值過百億嘅天然山洞，酒香同千年鐘乳石一齊，好神奇㗎。想睇活化石，我哋帶你去聯合國都認證嘅白富瑤寨。夜晚就去歌下詩谷，睇場熱情嘅瑤族歌舞表演，一齊圍住個篝火跳舞，好熱鬧㗎。之後我哋去鳳山沙門海坐船，呢度被叫做潘多拉遺落嘅藍眼淚，係全世界唯一可以坐船遊歷嘅天蝦同天窗群。哇，啲水清到呢，穿過一個個海上天門，感覺自己好似去咗仙境探險。再跟住我哋去睇一條識開花嘅河——都江平江河。每年5月到10月，河面會開滿一片片好似星星嘅海菜花，河水清到可以見到下面成個水下森林，影相一流啊！中意睇秘境嘅朋友一定要嚟9頓天窗。水溫成日保持22度左右，水質清到好似玻璃咁，被叫做中國水下珠穆朗瑪峰。陽光射落水底，同水草一齊，成個地下宮殿咁，好夢幻㗎。成個行程我哋住得都好好㗎。第一晚喺柳州國際品牌華米達酒店，有剛才介紹過嘅懸崖酒店，同埋充滿民族風情嘅姚王府酒店，瞓得舒服先玩得盡興㗎嘛。講到食，今次真係大飽口福，有皮脆到咔嚓聲嘅南丹脆皮鴨，鮮嫩嘅白切雞，仲有各種地道農家宴，保證你食過翻尋味。心動不如行動啦！而家報名廣西秘境天坑之旅，星期日到星期4都有出發㗎，每位淨係只需2998起，包晒高鐵、全程靚酒店、特色餐同埋8大景點門票。快啲打電話或者嚟我哋門市報名，一齊嚟呢場嘆世界之旅啦！